我记得有一场戏嘛，就是我在贩售象牙，我说这象牙很厉害，183公分呢。我说183呢，我说183很有名，你们知不知道啊？因为我本身有一个综艺节目，然后还加上行脚节目，那其实我1个月的时间，光做这2个节目，包含就是时间上啊、体力上啊，跟整个生活的状态，其实已经很满了。出道这么久到现在，我认为一个艺人要有好的工作成绩，必须要有好的生活状态。所以我就跟公司讨论，如果说真的还要再接这一部戏，而且这部戏又是金光闪闪的一部戏，很多人都在这个业界都相当的出色，甚至很多是非常专业的，不管是制作人、导演，然后编剧，甚至呢，就是你看这一次的演员阵容，其实这是不可多得的好戏，而且我又自己又认为现在这个社会真的很需要喜剧，让大家开心一点。那这又难得是全喜剧，我就觉得我们应该好好来做这一次的尝试跟投入啦，然后才会就是等于就是没有做行脚的节目，然后留一个综艺节目跟一个戏剧这样子。就是因为苏炳教这个角色，就演的是，然后觉得未来如果有小孩的话，会怕他变成这样啊？我觉得如果女孩子的，如果我的小孩是女孩子的话，我很怕会变成这样，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位宠女孩子的父亲。可是如果男孩子我不怕，因为我家其实对我是蛮严格的，而且不是那种予取予求型的，就是说我要钱伸手就有。我小时候从来没有充裕的金钱，所以我很早就出社会工作，自己想办法赚钱，不跟家里要，其实是一件很踏实跟很有安全感的事情。那你说，如果我对我的儿子，我应该也会用这样子的一个教育方式延续下去。其实苏炳教的失败跟我真实生活的这个自己投资的失败是蛮雷同的。我曾经有投资过一个类似像面包汉堡店，然后也花了我大概8位数的这个金钱。是我当初我最早做这个面包的原因，是因为我很喜欢做，在厨房里面学做面包，学泡咖啡，这是我自己最早的初衷。只是你知道，当我这个品牌一推出的时候，就是莫名其妙的，我就被推到最前线去当一个类似像代言啊，一个介绍的角色。那因为我们那些股东就觉得你又会讲又适合，那就你去来介绍，连我原本想要学做面包的机会跟时间都没有。然后最后就是认赔杀出。我想讲的，这一部戏，我觉得最过瘾的是，觉得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遇到这一个团队，包含工作人员还有演员，他们是说我的，但我想讲的是秉孝 NG 最多。为什么？因为秉孝常常是不按牌理出牌，常常剧本以外的东西，因为导演都不喊咖嘛。不喊咖，演员的个性就是继续衍生，去创造出这个角色会在这个情节里面会表现的东西。有时候他就逗得现场其他演员哈哈大笑。你看到其他演员大笑，你秉孝你当场也会笑。我记得有一场戏嘛，就是我在贩售象牙，然后导演不喊咖，他们又没有要买，那我就继续衍生这个角色。我说这象牙很厉害，183公分呢。我说183呢，我说183，你们这么长的象牙你们不要，他们都摇头嘛。我说183很有名，你们知不知道啊？那时候因为只有拍我的弟弟跟妹妹嘛，没有拍心灵，心灵就在旁边笑，因为那是我家的戏嘛，我就
发个冷箭，我说你看妈妈就知道，然后妈妈就踹一跳，因为怎么会 cue 他嘛？因为已经没有在拍他了。后来导演我们这一部分拍完之后，导演把这个戏放在正戏里面，然后又去补拍妈妈我 cue 他的那个画面。对，就是我说妈妈就知道183啊，然后妈妈就吓一跳，然后就是加了这一场戏在正戏里面。